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即时，请咱闭眼心，三甲来敬拜上帝。恁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啊，恁着学乐耶和华。我一生要学乐耶和华，我到我国外的时，要唱歌学乐我的上帝。请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72首，圣诗第72首。耶稣，阮伫倒位找你？耶稣，阮伫倒位找你？伫今日世界，耶稣，阮伫倒位找你？伫生活所在，看你身边的众兄弟，看你身边的众姊妹，看、听咧，关心。圣诗第72首，请咱起立来吟。
愿一切受造，嫌袂看着你，看你身边的亲兄弟，看你身边的亲姊妹，我晓得决心。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个信息的头前第13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三甲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61。启应文第61，也就是以弗所书第2章。恁遮个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现在靠基督耶稣，通过伊的死，已经甲上帝亲近。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有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敌对。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互两边通过伊通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互所有的人，包括恁遮个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同一个圣神来亲近爸。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毋是出外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的家族。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重要的基础。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渐渐扩大，成做圣的殿，归属主。请咱额头三角来祈祷。赐平安恩惠的天父，阮真感谢你，互台湾的疫情会当慢慢来平息。阮也真感谢你，互台湾渐渐有充足的疫苗。即边全球的瘟疫，互大家无能为力，心生恐怖。求主怜悯，求主施恩，的手拯救因为疫情经续受困的兄弟，救出赐平安，将因对不安、痛苦、绝望的念头揪出来，互阮会当思考即边的疫情所带来的问题，重新一摆审查人类的私欲，对大自然的破坏，对家己身边的人的忽略，对物质的贪心，甲对食物的过度的贪婪，这一切拢是互阮思考的课程。
求主教训，互阮逐人会当明白你的教训，搁一摆思考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你伫7月26会当互兄弟姊妹当来礼拜堂敬拜你。今仔日是文理传道奉献主日，请大家为着文理事工奉献代祷，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下面，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要献的诗是《温柔之声》。感谢圣歌队用因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咱三个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可第6章30节到34节。新约马可第6章30节到34节，和合本是第55页，现在中文版是66页。另外一处是53节到56节，和合本是56页，现在中文版是67页。显着，我来读。使徒自即就近耶稣，将因所行所教示的拢甲因讲。耶稣甲因讲。恁家己甲我来去旷野的所在，休困点仔久，因为往来的人多，连食也袂顾得着。因就上船去旷野的所在，家己住。第33章，众人看见因去，
有侪侪人知，就对大家写步行三角走，达成应告。耶稣出去，看起规大群人，就怜悯伊，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再用侪侪项教示因。第二个所在是53节。过去了，就到隔年撒勒地，船趴伫湾里，因为离开船，人念伊认得伊，偏走迄个地方，听起伊伫什么所在，就从铺仔跟病人到遐，见若伊所入的乡社区。乡下，因将病人下伫家市，求伊若使互因摸因的衫具的手，见若摸的人，拢得着好。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的人。今仔日要讲道是题目是看见无共的需要。请黄牧师。李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讲道大圣，咱先做伙来祈祷。上主，阮感谢你，感谢上主，虽然阮犹搁伫即个疫情中间，阮无法度有即个实体礼拜，毋过主，阮感谢你，互阮通即个网络，阮通透过即款的方式，犹搁做伙甲兄弟姊妹团契，做伙来调见上主你的面。愿主你帮助阮，也愿主你的信心引带，阮今日所分享的，阮所听到的，拢会成做阮正人的利益。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先自我介绍，我的名叫做黄欣怡，黄欣怡。我即摆目前伫即个台北中华南雅教会伫遮咧服侍。因为这疫情的关系，真可惜，无法度到伫咱西湖教会去跟咱大家面对面请安。希望当即个疫情较好势了后，有即个机会通到伫咱教会跟咱大家拜访请安。即摆咱所看到即个画面，是即个拍片即个画面，其实是伫我所牧会的教会南雅教会。以后嘛，真欢迎咱大家有即个机会，通做伙来交易，来有一个团契时间，做伙为着上帝国的事工来同工。今仔日受到即个教会公报社的邀请，我通有即个机会，接着即个文理事工奉献主日来向咱大家请安。伫遮，请容阮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来甲大家分享即个公报社因文理事工的需要。伫今仔日讲道的落尾上尾也看咱大家做伙来分享即个教会公报社因上新制作的即个请安的影片。我想伫咱中间可能有真侪人知影，咱的教会公报社因所咧无用的即个文理事工，有咧做啥物款的服侍，就若亲像咱逐礼拜所看到即个教会公报。也是讲，定定伫咱手头拢会摕到即个更新，定定写了比牧师的讲道更较精彩的即个更新，以及咱的新眼光的读经手册《少年新眼光》，这拢是，互咱每一工拢有遮个免费的资源通读上帝的话。毋过咱大家敢知影，其实天下无所谓即个免费的，敢若有上帝的恩典是免钱，是白白互咱。遮个手册、遮个报纸也好，其实无牵咱大家收任何一仙钱，伊是白白互教会兄弟姊妹通使用。为虾米咧？因为即个事工，伊将来并毋是为着要来趁钱，伊是期待讲咱会通借着即款的事工，咱的性命来为着主，咱的性命因为安尼来有新的改变。对到因每一冬拢有真大的压力，无论是伫金钱，无论是伫能力上，因拢真需要大家为因祈祷关心。所以希望咱大家若有感动，请人大家通为着即个教会事
即个教会公报社因的文理事工来祈祷奉献，也鼓励咱大家，你若有写文章的即个意愿也欢迎咱大家会使来投稿。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个真特别的经文。我有发现讲，咱教会是用即个教会的即个经课在讲道。我有发现，我们教会是用这个教会的经课表在讲道。今日这段经文是福音经课表，伊竟然是选即个五块饼2尾鱼，遮尔啊，互人真知影的一个故事。伊的头前的30节到34节，以及53节到56节，即个比较较无容易敢若听到即段经文的讲道篇。毋过即个经课表却选择30节到34节，以及53节到56节。我个人感觉真趣味，也希望咱大家今仔日通发现一寡过去你掠准讲你已经真熟啊的一段经文，希望咱今仔日会通发现新的观点，有一个新的眼光。首先，咱若手头有圣经，我要邀请你做伙来看马可福音第6章30节到34节。这个30节到34节，伊应该是爱接伫这个第6章的第7节到第13节的后壁，也就是当耶稣伊叫来伊12个使徒，两个出去伊找肯因出去传福音以后，伊应该是接伫这个30节到34节，应该是接伫这个后壁。可是咱看到伊这个中间14节到29节，敢若在讲一个无相款的故事啊。14节到29节，这是一个咱讲插曲。作者伊透过耶稣伊的名声受人传开了后，伊透过这个写法，互读者去看见讲，一个先知，也是讲一个传讲上帝国的人，这个行洗礼约翰，伊怎样伫一个王的宴席内底受消失、被消失去，也是讲互人害死、互人斩头的这个消息。作者透过耶稣的名声被传开，来揭发一个先知，或者是我们讲一个传讲上帝国的人，施洗约翰，他怎么样在在这个王的宴席里面被消失、殉道，他被砍头的消息。咱若倒来看今仔这段经文30节，今仔日是耶稣伊的使徒倒来要来交作业这个日子。咱看30节，安尼讲，伊讲使徒倒来耶稣遐，将因所做所教示的，拢甲伊报告。继续，咱看耶稣甲因讲，安尼恁嘛着家己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小可歇困一下，因为出入的人真多，因连食饭的时间拢无，因就坐船，干那因家己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耶稣伊招伊这12个学生做伙食饭，做伙歇困，只是无料想。咱看33节，无料想讲33节安尼讲，真侪人看到因离开，认出是因，就对逐个城市沿路行进前，比因大声到迄个所在。耶稣因一群人坐船竟然才用行路的人，比因搁较紧先到这个目的地，先到这个所在。我感觉这是真趣味的一段经文。33节伊特别讲到讲，有真侪人认出是因。33节特别提及说，有许多认出他们的人。伫遮伊所咧讲的这一群人，伊毋是咱敢若看文字所想象的120人尔。咱若会记得迄个5块饼2尾鱼的故事，咱做伙来看第44节。44节安尼讲，食饼的简单查甫人就5000人。如果我们还记得五饼鳄鱼的故事，我们就会想起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人数不是只有10-20个人。我们看44节，他说光是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人，
食饼的人，干那查甫人就5000人，也就是讲，若加上这个查甫人，因的太太、因的囡仔，也是讲一寡还未结婚的女性，现场至少超过1万人。你通想象吗？这人熟悉就熟悉啊，可是因竟然哪亲像咧录什物歌星也是明星，在录音，到伫一个所在去，甚至若照经文所咧讲的，这群众比因搁较大声到迄个所在，这群众怎样知影因要去倒位？因怎样较会知咧？哪会因行路竟然比因坐船的搁较紧？这群众因无别个事通做吗？啊是因真正哪亲像我所讲的，因是咧录一个哪亲像歌星的人咧，或者是讲是因所咧录的，因其实连因家己咧录啥物，因拢毋知咧。我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看53节。我邀请大家继续看53节。53节安尼讲，耶稣甲门徒过河了后，伫克尼撒勒上岸，甲船趴伫岸边，因一个落船，众人随时认出耶稣，就四界行透透，听着耶稣伫倒位，就用床铺跟病人去遐。这段经文内底共款，甲拄仔咱所读的迄段经文，有一个相共的所在，就是耶稣因无论到伫啥物所在，这群众就缀咧去遐。他们无论到哪里去，这些群众就跟着一起去。是安怎？为什么？其实这段经文伊有互咱看见这个原因，咱做伙来看56节。56节安尼讲。耶稣无论行到什物庄社、城市、乡村，人就甲病人，扛来放伫市场口，恳求耶稣伊互这个病人通摸伊的衫仔裤的手，所有摸到的人拢得到医好。56节这样说：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城里或乡间，他们都把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让他们摸一摸他们衣裳的那个穗子，摸着之后，他们就都好了。因为巴肚枵饿，因为困苦，因为破病。如果有人通满足我的需要，就是天比海角，我嘛要去。就算讲我得爱麻烦别人来跟一个无法度行路的人去，无法度行路的我嘛爱想尽办法来去见耶稣，因为耶稣哪亲像一个救命的神仙共款，敢若是一个会通救你啥物病拢会使好去的人。毋知咱敢有即个感觉？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即个疫苗已经诚做咱伫遐，敢若哪亲像今仔即项是经文，咱烧钱要来见耶稣，疫苗嘛诚做咱烧钱要来注射即个耶稣共款。因为即个防疫的需要，所以咱的政府就叫伊必须要先保护的遮个族群来大声来注射。可是咱看见一天到暗，拢有人为着到底什么人会通先来注即个疫苗，伫遐冤家娘济，有官兵有关系人，明明就还未到即个会通先注射即个大先通拍的名单，毋过却利用家己的即个关系，也是利用一寡交易的即个手法，去争做迄个大先通注射即个疫苗的即个名单。另外，阁因为即个媒体的关系，人甲人之间开始在讲我家己敢若要拍倒一款的疫苗，这敢会造成应该爱去原本应该爱先拍去注射这个疫苗的人，还袂去注射这个疫苗。原本敢若哪亲像是一个救命，却
后来绝对是一个害命的。我们看到这些媒体的炒作，人们争先恐后的说自己只要打哪一个疫苗，造成会不会该打的还没有去打，原本是在救命，却最后变成是害命。伫亚索迄个时代的境况，伫今仔日咱也共款，咱敢若真要紧家己的需要，敢有比我少。在今天的实况也是这样，我们跟耶稣的时代好像没什么两样，我们只在乎自己的需要有没有被满足。各位兄弟姐妹，我想要问咱大家，当逐摆咱咧食爱餐，咱咧分享的时阵，咱敢会特别先大先留一份互牧师，还是讲抑搁咧无用的遐个同工因的份额咧？我们每一次在聚餐，我们在爱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特别的留了一份给牧师或者是其他还在忙碌的弟兄姐妹同工呢？伫遮爱真坦白甲咱大家讲，我是一个真爱食的人，真贪食的人。伫阮兜还袂开饭进前，还袂开始食饭进前，阮老母拢会先炒好的遮个菜啊、肉啊，拢先摆好放伫饭桌啊。我逐摆拢会先甲讲，我要先去甲伊试食，看伊敢有下毒伫内底。我每次当我妈妈刚炒好，我都会先去偷吃几口，我都跟她讲说，我先去试吃有没有被她下毒。其实毋是，这拢是滚生笑，其实只是我真爱食。我永远会记得伫新学院有一个老师，伊伫一门课顶面有对阮即款的提醒。伊讲，当咱咧食饭的时阵，请阮莫甲遮兄弟姊妹做伙去抢食物。你听起来可能哪参像老师在讲啥物笑话，毋过我却永远会记得，因为我真正是真爱食的人。所以当即个主日礼拜拢还袂结束的时阵，我的腹肚就是已经伫遐嘟嘟叫，已经开始腹肚枵，我可能还搁咧大汗。当阮教会即个疫情还袂爆发进前，阮逐礼拜拢有即个爱餐，这嘛是我真期待的时间。可是因为即个老师的提醒，互我为一开始在做团队，我就对我家己有一个要求，是我爱真看起来真优雅，真少食。即个少食是食较少的安尼，即个形象安尼。后来我渐渐伫牧会即几年，我通明白一项事，就是其实我的老师毋是要爱阮学习腹肚枵，毋是爱阮去体会迄个腹肚枵的感觉，伊其实是爱阮学习去看见兄弟姊妹的需要。我发现我的老师并不是要我们去体验肚子饿的经验，而是让我们去经验到学习看见弟兄姐妹的需要。这是什么意思？往往咱大家拢会先甲家己的腹肚枵，还是讲喙焦，咱拢一定先顾好。所以往往是等咱食饱，咱有气力了，咱才有法度去想起其他的人因的要求。其实，当我们去想一件事情，我们往往都是先注意到自己的饥饿，我们注意到自己口渴，我们是满足了这些需要之后，我们才有余力去关心其他的人的饥饿。可是，上帝国的福音，伊从来毋是干那考虑我家己的需求，我的需要，敢有比阮重尔。是当我的兄弟、我的姊妹要顾得要求的时阵，那安尼就是所有的群体要顾得要求。当我的弟兄、我的姐妹还在饥饿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整个群体都还在饥饿。因为安怎？因为咱是一体，因为我们是一体。当我开始会通看见兄弟姊妹因的需要时阵，我也发现讲，因也看见我家己以外的人的需要，也就是通看见别人的需要。可能因为这款的看见，咱无法度食伤饱，我们可能会因为这样的看见，我们没有办法吃太饱。可是咱也因为这款的看见，这款的分享，咱通去见证上帝国的福音。咱无有一个人
是要过的。我们也会因为这样的看见，因为这样的分享，而去见证了上帝国的福音。因此，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饥饿的。咱等来看今日这段经文的一开始，当这门徒一个一个转来，要耶稣来报告家己出去传福音的这个状况。耶稣对因讲，伊讲31节安尼讲，安尼恁嘛着家己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休困一下，小可休困一下。因为耶稣看出因拢还袂食饭，所以耶稣伊邀请伊这学生做伙休困，做伙食饭。只是因拢还袂休困，饭也还袂食着，就超过1万人掠着因咧走。34节，耶稣上岸，看到一大群人，就可怜因为因亲像无牧者的羊，伊就教示因真侪项事。耶稣伊的看见是一个哪亲像一个牧者看见伊的羊群无水通啉，无饭通食，所以直到伊袂放下这个群众，这个羊群无管。耶稣绝对不会放下这些羊群不管。耶稣伊会看见，伊知影伊眼前这个群众，因根本所需要的，因的需要不是食米，也就是为什么耶稣伊怜悯因，唔是马上就行这新粒，借着这行新粒，互因食好饱。耶稣伊所做的是啥物？伊所做，伊大心所做的是开嘴教示因真侪的事。耶稣所做的不是马上行神迹喂饱他们，耶稣所做的是开口教导他们许多的事。这并不是讲耶稣，或者是讲咱的信用在否定，还是讲爱咱看轻咱家己的需要。这并不是在讲说耶稣或者是我们的信仰否定了我们个人的需要，或者是要我们看清看无家己的需要。这是清楚在表示，这个信用的重点，信用的信用将来不是在于这个行神力这个技术，但身体上的需要的满足，也不是人军队主的这个焦点。所以这清楚的表示一件事情是，信仰的核心从来不是在于这个神迹奇事，我们身体上面的需要，无论你口渴了、饥饿了、生病了。这些得到满足，也从来不是我们人跟随上帝、跟随主的焦点。这个焦点是什么？焦点是弥赛亚的恩赏。这个焦点是主跟咱三个伫地，而是我们有没有参与在弥赛亚的宴席？我们有没有去经验到主与我们同在？咱食饱满足。伊无代表讲咱袂过枵过，袂过喙焦。咱去注射这疫苗，嘛无表示讲咱袂过破病，袂过感染到这个疫情。可是真正互咱满足的、心满足的，是当咱有耶稣甲咱三个伫地的时阵，就算讲咱无食饱，我也心满意足；就算讲我也袂拍着去注射这个疫苗，我也会通确信讲。咱的主甲咱三个伫地，就算讲我破病啊，我也知影，咱的主将来袂捌放杀咱，无要管，无要惨。直到咱通有真侪看见，除了看见家己的软弱、咱的需要以外，相时咱也通借着上帝耶稣基督伊道成肉体，以及伊的宝血为咱所牺牲，互咱的目睭通去看到。除了咱以外的需要，也就是别人的需要、他者的需要，以及有主甲咱三个伫地。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除了看见自己的需要、看见自己的需求之外，同时上帝也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及他的宝血为我们众人牺牲，以至于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除了我们自己以外的需要、他人的需要、他者的需要。以及常与主同在。今日代表教会公报社这个文理事工来向咱大家请安，就咱亲像我伫讲道一开始所咧讲的，将来因就是为着要趁钱，
也毋是为着家己的需要。即个文理事工是希望咱通借着即款性命的分享，也是讲透过即个文理的即款的交流，咱通去做伙见证上帝国，也通做伙去看见我的兄弟姊妹，我的遮个敢阁有人伫遐咧邀歌。当咱有人伫邀歌的时阵，我是毋是愿意甲伊做伙邀歌？当有人无厝通住，迄个时阵，我是毋是愿意分享我的家咧？当有人抑佫活伫迄个黑暗中的时阵，伊的性命佫伫遐咧默受的时阵，我是毋是愿意甲伊分享即个基督的真光咧？咱可能拢毋是真富有。毋是真富裕，嘛毋是真好业，可是咱却无散场，因为上帝，互咱一切稳定到业。这个稳定是在人一切的软弱来显做完全。所以当咱咧分享的时阵，咱也就伫迄个分享的上时，去经验着上帝稳定怎样实践伫咱的身躯顶。所以愿弟兄姊妹，咱通做伙去诚做别人的祝福，也愿咱通诚做即个教会公报社的支持，继续为主传福音来见证上帝国。咱做伙来祈祷，上主，阮感谢你，愿你帮助阮，当阮抑佫看见阮家己的软弱，看见阮家己的需求的时阵。愿主你拍开阮的目睭，拍开阮的心，也愿主你的听，互阮通看见，阮也会通诚做别人的需要，阮也会通诚做别人的祝福，也互阮通照主你所喜爱阮做，去诚做即个世界光较严，将一切仰望交托你的手，也愿上主继续。为着即个教会公报文理事工，主这是一个你白白赏赐互阮正人的一个稳定，也互即个事工通继续有真侪人参与伫中间，也有真侪人做伙努力，互还未明白你的人通借着即款的事工来明白你。愿主你的荣光是阮高举，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做伙。邀请咱大家来看即个教会公报社因今年所制作即个请安的影片，平安。讲到台湾教会公报社，真侪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巴克勒牧师。但是事实上，一个报社的成立，无可能靠一个人就会当来完成。亲像台湾教会公报社，即摆有咧出版的，包括即个台湾教会公报、更新周刊、新安宫的读经手册、少年新安宫的读经手册、亲子报，佮有 TCNN。一个台湾教会公报新闻网，无可能透过一个编辑一个作者，就有法度完成。台湾教会公报社伫创设的时，台湾的第一台印刷机其实是马阿国医师，伊倒去故乡的时阵，甲伊故乡的教会募款买到的，买了送来台湾。其中有一个真重要的同工，就是江伟林牧师。那伊除了这个参与到报纸的编辑以外，伊嘛有去足侪所在宣教的。伊阁有去到荷兰这个所在来查考台湾伫荷兰时代的历史，因为伊发现，伊来到台湾进前，就有荷兰的宣教师来过，这些资料拢收伫荷兰的图书馆内底，伊就去遐把这个物件翻译做英文。一直到即马，咱若是伫台湾想要研究荷兰时代的历史，拢无法度跳过江伟林牧师。
伊佫有一个真重要的事工，就是伊看伊青美人的需要，伊创设一个特殊教育的学校，然后互这个青美人会当学到会当过生活的技术。一直到即马哦，台湾的特殊教育界，甲甘伟林看做是台湾这个特殊教育的开拓者。今年嘛拄好是甘伟林牧师过身100周年，台湾教会公报社嘛有足侪活动是要来纪念这个代志。比如讲美工的音乐会啦，佫有培养宣教的理想。那年底时阵，阮佫有一个历史小说的写作比赛。圣经顶面记载讲，耶稣对迄个目睭无看的盲人讲：“去啊，你的信救了你啦！”真感谢主，互台湾教会广播社所做的文字事工，就是望会当帮助咱这个世代所有的人，拢因为得到福音，无搁再是心灵上的盲人。台湾教会公报社，亲像甘伟林牧师，伊透过济事工，互有需要的人看见光。台湾教会公报社上重要的目的，嘛是要互规个台湾的社会，透过文字看到为上帝遐来的光。也真感谢咱所有兄弟姊妹，因为恁长期以来对阮关心。对阮支持、带导，对阮奉献，所以互台湾教会广播社虽然行来坎坎坷坷，虽然经营非常困难，总是阮会当悠然坚持伫文字事工这条道路顶面，也透过着文字事工的努力，咱会当学习主耶稣，咱要伫老年就来看见着光明。请咱大家继续为着文字事工做伙来关心支持。回应信息第413首。回应信息第413首。打已经黄昏，打已经黄昏，社区的灯火提醒咱想起基督真光。真侪人孤单，少人做厝边，伫遐有关怀，基督真光。请咱起立来吟信息第413首。Amen.
报告事项。第一项，今仔日是文理传道奉献主日，公报社委请台北中会南亚教会黄兴义牧师以影片请安进度，请兄弟关心大道奉献。第二，咱全国的疫情境界到第三级，延到7月10日。虽然有微解封，请兄弟尽量避免到人潮多的所在，保护十期。这个期间是宗教的场所是有条件的申请开放。中会有来批讲继续暂停实体礼拜甲聚会，确实防疫来保护兄弟。第四，咱线上的礼拜，兄弟若要有奉献到教会，咱下面有咱教会的账户甲账号，请兄弟若汇款了后，通知我，也是名义长老奉献项目甲金额以例作账。第四，目前疫情的期间，所有的礼拜甲聚会暂停，也无安排探访。牧师以电话来关心大道，若有特别需要大道的兄弟，请甲牧师联络。咱来看圣工的事项部分。后礼拜的讲道是林怡文牧师，书会是江长老，司琴是刘老师。奉献的部分，咱逐日来看，若有订单，向我也是名义长老来确认。咱来看本周的金句，本周的金句，台语版甲国语版，我拢来念一解。耶稣出去看见规大阵的人，就怜悯伊，因为因亲像因无牧者，再用济项教示因。马可福音第6章34节。耶稣出去，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马可6章34节。下面是讲道的部分，请牧师。各位兄弟平安，已经2个月啊，咱2个月无见着面，拢会想哦。有的兄弟接到电话的时阵，甲我讲要用视讯啊。迄牧师无介惯是用视讯，伫视讯内面甲大家讲话啊，咱电话内面讲话有当时啊讲的时间嘛较长，用手机仔的时阵嘛感觉较无遐尼方便。啊，毋过若是续落来的时间，咱5望8月份会当探访的时，牧师再来兄弟厝头前，互大家看一下，嘛互大家挥挥手看一下吼。这2个月来，其实大家拢无介关系，因为是用录影来做礼拜。有的兄弟已经讲安尼会使啊，有迄个礼拜的感受。顶礼拜咱嘛有听到无共款的信息来唱的声吼，毋那是女性甲女用，抑阁有其他的人。大家拢会烦恼，当牧师伫邀请唱歌互师的时阵，惊会唱了无好啦，音会走去啦，其他的人听见啊，安尼那一大堆，大家拢会惊吓，因为这都是互师的态度，大家都是会紧张，都是会惊吓。这是好事，总是毋好互遮的烦恼来影响到咱的互师的心。爱勇敢，因为咱是为着主来做，勇敢来做，来服侍，上帝拢欢喜接纳。那么为顶礼拜愿意安尼服侍的兄弟来感谢上帝，因为知影所有的文书是对上帝遐所来的，
为着上帝来做，毋是做互人看，嘛毋是要得到人的学乐，是要对主遐来得到主的欢喜。咱对上帝遐得到最的稳定。今仔日咱阁会当活咧，阁会当健康，食咱想要食的物件，去咱想要去的所在。即马微解封，有的风景的地区，有的人嘛已经有去淡薄仔行一个，遮个拢是稳定，拢是主稳准，咱才有法度安尼做。因为安尼，咱就爱去想，伫人生的中间，除了咱伫厝内面对上帝来祈祷以外，甲其他的兄弟姊妹伫礼拜中，也是伫电话中来代祷的时，上帝是欢喜看咱安尼做。咱安尼做是为着咱知影咱有同一个天父，毋那是因为咱无平安才安尼做，是因为咱知影咱甲天父伫讲话，甲咱的兄弟姊妹同齐伫天父面头前来讲话，就亲像咱转到厝，甲兄弟姊妹伫父母的面头前欢喜伫开讲共款。上帝听候咱彼此来代祷，伫伊面头前的讲话，迄个是自责，迄个是三听。上帝伫听候，服侍嘛是共款。咱用安尼心，毋那是伫礼拜的时，嘛甲无熟悉的人，咱嘛会当为着伊来祈祷。咱的厝边，伫这2个月中间，当咱无去教会礼拜的时阵，无去礼拜堂，咱遮巷仔口的厝边，拢会问讲：牧师即马无礼拜啊呢？拢无听到唱歌的声，嘛无听到讲道的声呢？伊嘛会想呢？亲爱兄姐，你敢有想过，因无入来咱的礼拜堂，总是因嘛伫听候礼拜的声，伫上帝面头前，遮的拢是囝儿，有对嘴来承认天父是天父，是既好既水的代志，啊未承认进前，迄个听候。迄个毋望伫上帝面头前，伫伊的心肝头，迄是偌尔啊宝贵的。迄个嘛是相信啊，迄个就是神。毋望咱每一届的礼拜，每一届的祈祷，拢会当去想到，毋那是咱主内面的兄弟姊妹，也阁有咱的厝边，咱的厝边嘛是咱的兄弟姊妹。毋那是礼拜堂附近的厝边。阁有兄姐，你所住的所在，你的厝边，亲像耶稣伫讲的，爱听厝边，亲像家己。遐尼多大道进前的分享，是因为刷落来8月份，真诶毋知影咱是毋是阁会当斗阵伫礼拜堂来礼拜，总是无要紧。因为上帝圣殿毋那是伫礼拜堂这个建筑物吧，是伫每一个上帝的囝儿，每一个毋望有上帝出现的所在，成做一个圣殿。上帝行过的所在，迄个就是圣殿。上帝讲我伫遮，迄个是圣殿。你知影上帝伫遐，你会当甲伊讲话。迄个就是圣殿。咱甲咱的圣殿透过这2个月，也是3个月，袂当伫咱的礼拜堂做礼拜、祈祷、讲话。也毋过，咱甲咱的圣殿扩大到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甲有毋望上帝的人的厝。迄个是大的圣殿。咱讲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上帝的圣殿啊！上帝伫这个世界，伫这个宇宙中，伊行来行去，所有行过的所在，拢是圣殿。
因为安尼，咱的心会当得到平安，因为知影上帝拢照顾，因为知影上帝拢看到。用安尼的心，咱知，这个疫情不管偌久，不管发生什么代志，只要上帝稳准咱还阁活咧，咱就要学习，嘛爱表现出来，疼上帝，甲疼兄弟姊妹，疼厝边亲像家己。咱同齐昂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我满心感谢阿罗你，因为不管是有受洗礼也是无受洗礼，伫你的面头前毋忘你，每一个人心肝头伫喊话，上帝你伫倒的，你拢听见阮的声，你欢喜当阮开喙喊话你。求你来，要对你遐得到稳定、甲疼。搁较重要是，阮知性命在伫你，阮知所有的一切会当对你来求讨，因为你疼阮亲像囝儿。主感谢，感谢你，互阮经过这段时间的无自由。互阮知影，你所互阮的真做基督的自由有偌尔啊重要。主，阮伫学习彼此相疼，毋若疼家己，嘛疼别人。这个别人毋是别人，是兄弟姊妹。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搁较多、搁较确实来表达阮的感情。来表达阮的疼，伫有需要的人的身上，毋若是来要募款的单位，毋若是文字传道的事工，侪的事工，阮要表达阮的奉献，阮要表达阮的支持，搁有侪阮看见遐个需要，软弱的。无饭通食的，做工的，无工课的，心肝头因为疫情无法度困眠的，伫病院内面惊伊家己会得着病，还阁伫检查的人。手术了后，毋知影家己的炎症是毋是会当好啊？遐个人，
出门食物件，毋知影食的物件是毋是好的物件，是毋是会歹巴肚，是毋是会危害健康的遐个人。无爸母的遐个人，单亲家庭遐个人，抑阁有因为罪被关的遐个人，抑阁有因的囝儿、因的家庭，诸有侪侪需要你的人伫阮的身躯边，阮的目睭拢有看见。总是阮有当时仔想，我袂当为伊做啥物，我嘛无方便为着伊做啥物。当主你爱阮彼此相疼的时，阮学习为着因来祈祷来开始，恳求圣神，甲遮个无共款的需要，放伫阮的目睭内面，伫阮的心肝头，互阮会当愿意为着因来祈祷。直到当你甲方法放伫阮的心肝头的时阵，嘛，互阮的耳孔听见会当安怎做的时阵，互阮会当有迄个困难，真做行动，毋若是用嘴来喊话你，来求讨，我嘛用阮的困难、阮的行动来听。因为遮个是你的欢呼，是你所欢喜的，阮愿意安尼做。我嘛毋望阮所看见、所需要无共款的遮个人，因会当知影你是天父，嘛会当对嘴来承认，对心来确认，直到会当同齐伫礼拜堂内面来敬拜。每一届的祈祷，每一个人的心，拢伫你的面头前，恳求你应允，因为阮是为着你的命令吩咐来做。毋是为着家己的利益，独独为着要互你欢喜，独独因为知影阮的身份，阮拢是一家人，阮拢的确爱甲彼此的需要放伫心肝头，彼此来帮衬。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感谢你应允阮。嘛，感谢你，互阮有机会会当一摆搁一摆来做遮的服侍你。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再来吟上吟的诗，圣诗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的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阳光遍照你，用慈爱款待你。主圣神保守你，对即时到永世代。请咱起立来吟。吟诗了后，请黄牧师来祝祷。爱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的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阳光遍照你，愿主你关怀你。
咱领受上帝的恩典。主啊，愿你的恩赦帮助阮看见，坚强的人通担当无坚强的人的软弱。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